可生伫今年2月因为突发性的剧烈头痛，伴随出现头晕、吐几啊解以及意识模糊等症状，紧急送到安南病院急诊就医。由急诊值班的神经外科阮伟胜医师检查，发现是小脑部位动脉瘤破裂产生的自发性蜘蛛膜下出血，并发急性的水脑症。因此，阮伟胜医师先进行紧急脑室体外引流术，降低脑压。伫病况稳定后，再由神经外科张泽照医师进行小脑动脉瘤加动静脉畸形栓塞手术，避免脑部再次出血。他当时呢，除了突发剧烈头痛以外，还有严重的晕眩跟呕吐。那到急诊来就诊之后呢，就电脑断层有发现到说是有自发性的蜘蛛膜下出血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怀疑说他是有一个脑部的一个血管异常的病变，所以我们有在做第2组的电脑断层。那看起来他是有发现到小脑部位有一个动静脉畸形，那合并有动脉瘤。那它破裂出血的源头应该是动脉瘤破裂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跟家属跟病人这边就是说做了一个紧急的处理。那先做脑室体外引流跟颅内压监测的手术之后呢，进行了这个脑动脉瘤跟动静脉畸形的栓塞。那病人是恢复的还蛮顺利。手术后，可生伫加护病房经过1个月的治疗，后来转到一般的病房，医师状况也渐渐恢复。伫病房进行复健后出院，目前恢复情形良好。2月26号那个时候工作到一半的时候，然后就剧烈的一个头痛，然后同事的话就帮我那个送医，就是叫救护车送医，然后他就帮我送来安南医院这边。对，那就是有经过那个安南医院妥善的一个照顾，像阮医师啊，或者是张泽照医师，或者是院长大家的一个帮忙，好，那就治愈。到4月23号出院，对，那从6月开始又回去工作岗位上这样子。医师指出，一般脑动脉瘤虽然好发伫咧40-50岁成年人，但脑动静脉畸形所伴随的动脉瘤，可能伫年轻的病人就出现破裂出血现象。脑动脉一旦破裂出血，会造成蜘蛛膜下出血，也就是脑内出血。其中上典型的症状就是有爆炸性的头痛。而且常常伴随肩胛头红红症状，严重时可能还会昏迷，甚至还有生命危险，千万唔通轻忽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